昨暗时8:40，台南发生规模5.4的地震，深度只有7.7公里。当地有老厝受损，高铁也临时停驶。气象署是无排除，阁会发生规模4.5以上的地震尾。有专家就讲，即摆地震甲嘉义中部的地震是相像，地下可能有破碎带。火架咧摇，物件落来。22号下暗8:40，台南嘉义发生规模5.4的地震，地震深度点有7.7公里，震度煞负5级遮尔悬，不少民众拢感受到强烈的摇，赶紧走去室外。刚要哄睡啊，然后它突然就晃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出来了。地震响了2公里的主体，砖仔甲放起，铁皮落来，3个居民撤离。因为地震的关系，本列车在此临时停车。高铁班次直接受到影响，原本高速在驶的列车减速了后停止无动，车厢内底灯嘛暗来。其实礼拜5下暗为6:45开始就地震，一直到礼拜六半暝2:45，总共15届。气象署无排除未来几天有可能会发生余震。主要震度集中在嘉义，然后再来是嘉义啦、云林有4级。预期呢，在接下来的3天，可能还不排除有规模4.5以上的这个余震发生。气象专家郭凯文指出，一开始伊就感觉无啥对，后来检视台南连15震，其中发生礼拜513震，超过一半有7个有编号。伊认为甲嘉义中部地震的模式真相像，有能力造成在短时间内连续8个、10几个这样子的这个地震的话，表示这地下的这个构造是有一个相当破碎带存在那一边。郭凯文指出，嘉义中部捌伫1941年发生过7.1的强震，所以地下是有破碎带。台南这边为其他专家研究会当知影，地下有明显的河阶地形。一个地方快速抬升的话，那河流就会往下切，就会形成一个河阶。他们看到形成好几次台阶，认为说过去在历史上曾经应该有大地震发生过。郭凯文指出，11月16号到22号，就观测到台南地区出现过20个大小的地震，推测可能甲台南前缘构造有关系。会知伊观察已经超过8点钟无发生地震，研判可能趋缓，但长久来看，呼吁嘉南地区民众嘛是要做好防震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